呢個簽人數3第一甲第二節樣講家啲，攏仲做字5個講5毛5記得190出，撇就係家嘅來源9出嘅道理，呢係第四設家嘅心中呢啲係照顧好好佢9出嘅命令，然後佢接起係設家要做家嘅道理，做家嘅命令，家嘅經節講聰明耐水平安正家。本設家嗱，意思即係唔係凡常，第二設家嘅爸爸及媽媽，第二來源設家要聰明，唔係凡常。簽人數3第3節按樣人講到，呢個忠心嘅愛唔好離開你，設家做日嘢啦，心中對日愛要日忠心，唔好磨hết。即係心中第七設家強力氣，有第強烈嘅意思嘅，有忠切嘅心，忠心隔日集愛，唔好離開設家嘅人嘅心中嚟啲，寫出設家嘅心中道氣，因為日人要愛要忠心，在世間裏行到設家熱天，上帝要看顧，上人也要唔為本設家滅到唔好，人合意，因為設家忠切。忠心，公婆也係要忠切嘅心，係咪啊？兩公婆前初世界要忠切嘅心咯，要忠切嘅心，一個家庭越甜又大限就出門，因為到一個經節一講設家啲，一個簽人3第4節係講你要愛嘅心，你得到人敬重，在人類嘅方面，也在上帝嘅方面，上帝要看一個忠切嘅心，上帝也要看一個愛嘅心，所以世間的行道要忠切嘅愛嘅心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